那好了好了那。不是你想怎么样？小何爱到10分。我后面你看，又不得死。可能到过的时候。到10分。就是这样。那你看哪个？我是有你的意思。啊？反正还是。你要这个噻？差不多的呀。有个意义。对嘛？一开始有结束。哎，对了，不是你这其他地方。哎，那来几分钟就啊？侬自家心里是吧？我晓得，你干什么？大概就是我们要去上面。民主上并不是民主呀。不，这个是有薪票，有薪票是啊？没得别的。不，因为我看看呢，基本上吃的差不多。OK，但是我就弄了之后，你讲了想没吃到之后，就几个项目是吧？就吃饭了，吃到之后好像你想。不是，哪没成功了？不是，想不清楚就抢。也是。什么就这样子了嘛？老就。啊，对，我这人。等白俺什么？哎呀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该收的就收。好了，我俩我一点还不想走。不想要有调查。好了。不是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咱们这个地方呢，基本上收的。不大可能。那个老记得那个手机开不？手机开。无聊不干。正好来。先完了，收回来。我是吧？没第二场。有余的，我们还有可能再下次。你把它呀？这么多的钱。这样，你呀？没到了是吧？对呀，都。没你搞的呀，都是个哎，这个没啥力气，这个我没啥力气啊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有一个点火啊，对吧？我这边去给他爸爸，给他爸爸，我是可以的。没开过啊？肯定不是。别的话，你老叫我教了你大多的情况哎，对呀，那是还辛苦啊，是吧？要怎么弄的吧？是吧？吃的吧？可强。快点结婚了呀！开会了。是不是不？这是我们的好嘞，拍，就是这拍。这嘛这嘛。我这老久没睡了。搿老久没睡，搿老久虽然结婚了。老久在睡在7八个单位了。哎。我打了过的那种，对吧？那个要用到边。哦，有这个也可以啊。哎呦，这个我怕也是了。这个了不起哦。现场拍手。我洗了，有人家我小把洗头，我那洗又不起来了。他3次，吃口对的，正好。我不开，像你这个，你叫这个，一个是他讲的，哎呀，你讲的这话不一样，一样的了。你跟他让的话，让他们多少年，让他多少年？哎，反正。其实我是年轻人，他的拿车，我真是老年轻，拿车。拉老板了，老板了，个，这个手指高，女的家里呢，
现在那比例上是物理的身份，我讲了完，只是说你的这个身份呢，跟你这个亲，心里的感觉怎么能起到亲 ？OK， 你看是吧？对不对？啊是吧？这个建议你说的是肯定是对的，但是我老，我那是这个亲，我当然打了的，你这啊，我这么就没当了的啊，要辅导3套，1共300套，辅导2期2个钟头，打工，我把它正常放到打工去吃，什么都不吃了别的。阿里应该我那上到你吃了，那2万，你看这2万钱咋的？我这个先把它家40多块钱，我们就。妈，40个没干，40个啥？我8个年，给他10个年了。哎，我是这样。给他10个年来了。7多年到了这期，我打不不，问题。3道理呢？侬讲社会呢？阿拉个都是危机小处，也相当重，也相当重。啊？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啊，那。人家那个是吧？危机小处啊。走了，好了，算了，好了。差不多。